好，準備啦喎，企前啲下，因為佢好黑啊。喂，有全村旅行社帶特賣啊！喂，哇！睇你個樣咁老，我哋個旅行社咧就係最適合呢啲老人家去參加㗎啦。乜真係好啱我咩？講嚟聽下。好啊！我哋旅行社嘅特點咧，就係慢。我哋會將大部分時間擺喺休息方面，因為你哋要旅遊咧，都係為咗要休息嘅啫嘛。唔係，即係要放鬆個心情，所以我哋咧就會擺多啲時間喺休閒方面嘅。首先同大家講下法國，法國嘅香水當然出名啦。另外喺法國嘅文化入邊咧，作家、藝術家、知識分子、服裝設計師嗰啲咧，都享有崇高嘅地位嘅。我哋嘅行程表咧，第一日咧，我哋就會去到呢個法國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參觀聖母院。咁咧去到聖母院，我哋就會聽一啲肖邦嘅曲嘅。肖邦係近代浪漫派嘅抒情音樂家，佢音樂史中係一位神秘、愛國而最富於詩意生命嘅鋼琴家。肖邦喺8歲嗰陣時，因音樂稟賦超凡而有神童莫扎特第二之稱。當佢第一次舉行音樂演奏會嗰陣時，只係得8歲。後來正式從師於華沙音樂學院院長艾爾斯納，因得力於名人指導，獲得亞歷山大王御賜鑽石戒指嘅最高榮譽。咁喺第二日咧，我哋早上咧，我哋會參觀一個曲奇嘅故居啦，跟住就會去龐畢道中心。咁嘉利葉歌劇院咧，我哋就會喺下晝去嘅。嘉利葉歌劇院咧就有一棟華麗嘅建築啦，叫嘉利葉，咁為拿破崙3世設計嘅。我哋會去到嗰度，我哋會聽啲有關白遼士嘅曲子嘅。白遼士咧就喺1803年出生嘅，佢父親咧本身就係醫生，所以好希望白遼士做醫生啦，強迫佢入咗醫學院讀書。由於佢好中意音樂，所以自作主張就退學咗，入咗巴黎音樂院讀書啦。咁就佢老豆好激氣，就拒絕俾佢經濟嘅支援啦。白遼士只好半工半讀咁完成咗音樂院嘅學業啦。1830年完成咗佢有名嘅作品，即係《幻想交響曲》啦。哇！得咁少嘢嘅，我唔參加啦。唔係，仲有。咁我哋第3日咧，我哋就會去到協和廣場同埋羅浮宮嘅。羅浮宮就係世界重要嘅藏品嘅羅浮嘅地方。咁咧，佢裏邊咧就唔係。咁羅浮宮原為呢個菲利普2世為保護巴黎不受維京人攻擊而在1190年所建嘅要塞嚟嘅。咁佢裏邊有好多嘅靚嘅建築物啦，有玻璃金字塔啦，同埋騎兵凱旋門嘅。咁第5日我哋就會去到埃菲爾鐵塔。埃菲爾鐵塔即係我哋平時講嘅法國鐵塔啦。晏晝就會去奧賽美術館。奧賽美術館就係裏邊咧就擺咗好多幻想。抽象派嘅話，咁咧我哋就會係到嗰度咧，就順便咧會連埋一啲，即係播喺車嗰度之前咧，我哋就會連埋播一啲抽象派嘅歌俾你聽嘅。跟住第6日咧，我哋就會去到凡爾賽宮。凡爾賽宮咧就係一個好大嘅花園咧，外邊有即係佢係好浪費公帑嘅，但係非常之華麗。第7日我哋就會去到歐洲唯一一個嘅迪士尼樂園啦。咁第8日我哋就會去到漢斯大教堂。咁跟住就第9日去到涅彭同埋特雅。第10日我哋就會去巴黎嗰度咧買當地嘅特產，例如佢哋好著名嘅香水。哇！咁正。梗係啦，嗱，我哋全村旅行社咧呢個 trip 咧，我哋嘅價錢只係6666個6毫6起嘅。唔該晒，呢種長氣喎，要搞好耐啊！咁咧就好明顯睇到呢啲同學咧冇乜準備嘅，特別咧其實準備得2-3個人㗎咋。點解我會咁講咧？就因為佢講埃菲爾鐵塔嘅
就整個台全部你睇。佢講緊羅浮，佢講緊呢個羅浮宮咧，又整個鐵塔你睇嚇，唔掂，完全唔掂，呢個唔清晰啊啲嘢啊。咁再加上咧，再加